咱所有的媒体朋友，大家高早，大家平安出头天吼。咱今仔日呢，咱记者会有主要目的呢吼，是咱即个全面台语认证，佮有即个中小学生的台语认证吼，已经开始咧报名。伫遮呢，咱嘛要公开来邀请即个台北市长的候选人吼，包含着即个郭文德、连胜文、洪公馆或者个台北市的候选人呢，欢迎因来参加咱的全面台语认证。是安怎咱要邀请因呢？当然，除了因之外，咱全台湾的遮个无论咱是即个市长，还是市议员，还是讲里长伯遮个候选人，嘛拢欢迎，嘛拢邀请吼。但是咱特别邀请咱即个台北市长，或者较有指标性的遮个候选人呢，欢迎来参加吼。咱为啥要邀请呢？当然，咱嘛要呼吁遮个政治人物吼，喙暖爱减一寡啦，少一点口水喙暖减一寡，嘛毋通抹黑对方，不要抹黑对方，爱用行动呢来证明咱家己爱台的指数，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爱台指数，咱参加全面台语认证嘛是即个爱台的即个行动之一啦，莫拢家己讲到喙角全泡，咱就要有一寡行动，你讲爱台湾、爱台北，还是讲爱每一个县市，你是爱偌济，咱尽量有一寡行动，行动当然有真侪种，参加咱的全面台语认证嘛是其中一项咱即3位候选人呢，来检验看觅呢，你讲你真爱台湾，你的台语的程度是会当讲到啥物程度，咱就欢迎因来检验看觅呢，看伊即爱台的指数是甲偌悬，这嘛会当互咱的台北市民，甚至讲全台湾的人民，咱来了解讲，因是毋是真正有心为着即个土地来做一寡代志，所以咱今仔日伫遮呢，特别公开邀请即个所有的遮个市长的候选人，特别是咱台北市的即个较有指标性的郭文德、连胜文、甲洪公馆遮个候选人来参加咱台语。